為咗回應時下青少年踏入青春期後各式各樣嘅成長需要同埋挑戰，我哋機構製作咗《Go Beyond Me with Him》基督教個人成長教材套。呢套教材以聖經真理為基礎，透過12個 topics 同青少年一齊去探討點樣發展個人潛能同埋健康嘅自我概念。頭3課係一個探索自己嘅過程，借助唔同嘅工具、活動同埋故事探討，學習辨識自己嘅特性，然後藉住神嘅話學習接納自己嘅長短處，並思考超越自己嘅可能性。另一方面，青少年需要學會尊重、接納自己同他人，所以第4課我的角色會協助佢哋了解個人喺家庭、學校、社群嘅角色同責任。嚟到第5、第6課，進入協助青少年整合自己信念嘅過程。面對人生唔同嘅處境，我哋需要從個人想法以及信仰嘅角度作出判斷，而呢啲判斷背後往往反映自己嘅價值觀所在。喺進入群性生活嘅思考之前，我哋需要協助青少年先整合自己嘅價值觀，以致佢哋能夠喺主裏邊揾到合適嘅定位，不偏不倚咁進入世界。另外，進入世界嘅過程中，青少年難免會遇到困難。喺經歷挫折嗰陣，情緒管理係十分重要。所以第7、第8課，我哋會同佢哋討論乜嘢係幸福，乜嘢係快樂，幾時會經歷哀傷，又點樣嚟到去過渡哀傷嘅過程。喺得着情緒管理嘅竅門，就進一步學習與唔同價值觀對話嘅技巧。世界好大，誘惑亦都好多，點樣先有智慧自主人生？第9課嘅自主人生就協助青少年在藉神嘅說話作出認真嘅思考。當個人準備好，我哋就會喺最後3課學習與人相處嘅技巧，鼓勵青少年同他人建立真誠嘅關係。如果你對我哋嘅教材有興趣，歡迎透過以下嘅 email 同我哋聯絡。願神祝福你。